基础台语第8集，发音复杂度声母篇。中文的声母有这21个声母，对应的汉语拼音的符号是安尼。以我开始学英语的基础，不可当然就甲英文的 B 当做 B 来读，K 当做 K，片呢就甲 P 当做 P， 倒过就甲 D 当做 D， 测试的 test 就甲 T 当做 T， 安尼应该真直观吧？反倒转来看，学英语的外国人照安尼来读 B、P、M， 嘛会真歪音吧？汉语拼音甲 Q、C 混音做七、吃，对我来讲是有淡薄仔奇怪。反正全世界上侪人在用汉语拼音，外国人嘛已经惯死惯死。咱的节目就同时会使用注音甲汉语拼音的标注，希望对各地方想要学好闽南语的人拢有所帮助。若国校的学生乡土课程先学着教育部的罗马拼音，以后学英语的时就产生困扰。This is a pen. This is a phone. 你几岁？等 Long life to 紧。莫认为这种可怕的代志袂发生哦。一般人认定一个观念，若要改变，需要至少当初学习时的3倍力量来改变。若愈无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对学生囡仔学英语的初步学习造成愈恐怖的影响。教英语的老师毋知世间有这种恐怖的乡土课程的存在，无发现学生囡仔早就被教歹去啊，无适当提出纠正，一无小心，学生囡仔一开始对袂着英语的学习，惊互人笑，就一世人放弃英语的学习啊，不可不信啦。闽南语的发音和中文有寡无同，所以像声母的部分爱做一寡修改，才有法度读出闽南语的正确发音。咱就以中文的这21个声母为基础，来整理出适合闽南语的声母。首先，轻吞音的 f 闽南语无用到，卷舌音4个闽南语嘛无用到，所以爱减掉5个中文声母。但是有3个弱音，中文无的音，这是需要增加的。第一个弱音就借用这个日。弱音日的例字，侮辱的辱，忍耐的忍，搅扰的扰。第二个弱音声母无，咱加一个好来表示弱音，安尼就免阁另外造字啊。舞就是有一个弱音声母，跳舞的舞，为着10万块的万，买卖的买。这个弱音会使想做是无鼻音的么，或者讲无加鼻音就是么。第三个弱音声母五，同款加一个好来表示弱音。例字我、我、正义的义、月娘的月。整理一下，闽南语的声母以中文的21个为基础。爱阁加上3个弱音声母，无、日，扣掉5个声母是无用到的。还有无？还有一个顺的鼻音声母哦，是声母哦，是放伫头前的哦，毋是像中文只当作放伫后尾的韵母哦。这是基础台语第1集无讲到的，爱来详细补充一下。这个会使单独发音，这是中文无的发音哦。来练习一下，中的安尼的注音有2种讲法，拢会使，看啥物角度啦。配合即马讲的，就当作是声母。搁来读例字，秧苗，闽南语讲黄仔，目睭黄，意思是目睭盲目。手就是袖子。梦的长是心情无爽快啦。
若加读起来就等于翁。一般中文只有放伫后壁做韵母的发音，若放伫头前做声母呢？红菇粿包红豆的若是当做声母，汉语拼音就简化做字，这就是咱要提醒来练习的。是声母哦，的发音是鼻音伫头前哦。像教育部的这种拼音法，安怎读呢？鼻音到底在前也是在后呢？拄要学闽南语的外国人，因看到这种拼音会如何读呢？会走音无？有可能读做翁无？另外，这种加一个小恩，安怎读呢？变小翁是无？鼻音伫后壁的翁，是鼻音伫头前。当做声母，除了咱搁来练习其他的例字。头就是猪头，知影的影，饭碗的碗，洋仔的洋，燕子就是燕，爱金的爱，就是围，围户就是户。鼻音伫头前，对中文来讲无介奇怪，像妈、拿这两字就真正常。拢是鼻音声母，无毋对嘛？嘛有淡薄仔奇怪啦。对中文来讲就有淡薄仔奇怪，这是闽南语才有的读音。这三字拢有共款的韵母嘛拢有鼻音声母。搁读一遍，妈、拿、精彩的来哦。饭补的饭，柴苦拍心的拍，到呾你才知的呾，病榻榻的榻，红花着绿叶来干的干，饭卡的卡，下过雨顶的下，文雅的雅，早远的早，穿插足笑的插，衫裤的衫。这几个例字拢有共韵母的拢对应有鼻音的鼻音声母。有人入声中毒，入声明明就6个调，中毒的人就讲只有2个调啦，嘛共款，一定有人的鼻音中毒。为着解毒，咱用这个声母表搁来练习一遍：妈、拿、户的饭补的饭，柴苦拍心的拍，到呾你才知的呾，病榻榻的榻，真敢讲的敢，饭卡的卡，下过雨顶的下，文雅的雅，早样的早，穿插足笑的插，衫裤的衫。为何哪会无用着？因为加就是加就是这逝哪会嘛无用着？因为这逝等于有加中韵母，读起来就是正、请、声。这类的读音，咱会使考虑加号一个名，加韵，为着方便记住有这个韵母。慢慢大家有概念未？亲像这种有鼻音声母的读音，除了纯鼻音的声母以外，也会使斗中文嘛有的2个声母，阁有其他闽南语才有的14个鼻音声母哦。总共就是有17个鼻音声母。搁来练习另一组，命注音是爷、命、娘、爷、娘，赢钱的赢，赢。三字拢是鼻音伫头前，有共款的韵母爷。教育部安尼注音，命、娘、赢，因就知影是放伫头前的声母，为何放伫后尾呢？希望这是上尾一届咱讲到这。
希望无人会偏音中毒。其实真好实验，凊彩找一个人，请伊读看卖，就知影这是毋是适合的拼音方式。用这个声母表，咱搁来练习一组有拼音声母的例字：命、领、影、鱼饼的饼、拼本数的拼、大鼎的鼎、有听到的听、毋免惊、压兄、诚实在的诚、请客的请、声音的声。因为这组有一个中韵母伊，所以这两纸读起来会共音。正月的正、真请影的请、城市的城。这类的读音，咱就加号一个名，听、影、韵。当然，无一定号这个名，主要方便知影有影这个韵母。这类的读音对应中文韵母是英。闽南语就定读做影，检查听、影这两字的注音，就会使知影有安尼的特色，所以号做听、影、韵。咱已经讲过两组的拼音声母，剩的有需要搁详细讲无？咱还是继续来练习有拼音声母的第三组，基础台语嘛，大家加搁练习。咱会介绍所有拼音声母的例字，安尼以后若有人袂记，就有共音的字会当参考啊。第三组是韵母我的拼音字，雨满的满，喙烂的烂，为何拢先讲这两字呢？因为么、呢拼音声母是大家真熟悉的，中文嘛得用的。先讲是为着证明确实是有拼音声母的存在。闽南语只是有搁较侪拼音声母而已。先读这两音，嘛，互大家感受刷落的每一字，正经是有共款的发音结构啦。刷来第三字，饭碗的碗，为何这字排第三字呢？纯拼音声母，闽南语才有的第一字。其他的刷落来就照宝泡沫声母表的顺序。搬厝的搬，判练的判，孤单的单，摊开的摊，大官的官，看电影的看，换鸡的换，泉水的泉，串门的串，爬山的山。这类的读音号做看、换、韵或者单、山、韵在理号啦，主要方便记住有换这个韵母，嘛会当看出来对应的中文韵母是安或者弯。检查看、换这两字，就会使知影有安尼的特色，所以号做看、换、韵。继续是第四组韵母伊的拼音字。棉被的棉，头年菜的年，燕子是燕仔，厝边的边，鼻仔的鼻，咸酸甜的甜，天公的天，田花墘的墘，坑嘛有人读坑，耳孔的耳，糋甜粿的糋，鱼仔新鲜的鲜，扇子是扇仔。这类的读音就号做甜、硬、韵。这类的读音，中文的韵母大部分是咽，闽南语就定读做咽。检查甜、硬两字的注音，就会使知影有安尼的特色，所以号做甜、硬、韵，或者你认为好记的名称拢会使。继续下一组进程，要先来练习一个中文无用到的韵母。加油的油，注音是伊、有、油。朋友的友，伊、有、友。提醒一下，汉语拼音的伊，若伫上头前，爱写作歪哦。过来，温柔的柔，日游柔，安尼咱就会使有样看样啊。这字样，样、鸯鸯。鸳鸯的鸯，
洋仔的洋，旗仔兵洋气的洋，太平洋的洋，杨桃的杨，四字拢是又洋，三声洋，搁来羊水的羊。所以第五组要练习的就是韵母优带片音声母的字，娘体重的娘，样本是洋仔的洋，场所的场，姜母的姜，腔口的腔，野香拜拜的香，绕墙的墙，大象的象，花香上济的上。即类的读音安怎号名？姜、杨、韵，好无？韵母央变成央。整理一下，咱已经介绍6组有片音声母的读音，先有一组是单独发音的片音，搁加上加、三、韵、听、影、韵、看、换、韵、甜、硬、韵、姜、杨、韵，总共6组。爱紧的爱，韵母是爱，即类的片音嘛有几啊字，莫写毋对字哦，卖就是有咬。塞奶的奶，歹人的歹，逮着就是中文的逮到，拍甲该该叫的该，害叮当的害，买载的载。最后，还有剩几个片音声母来练习一下。救护车乌烟的乌，寒是寒霜，猪膏其实是猪寒的走音，然后猫猫爱克一下，有人讲克一下，鼻鼻喘，鼻鼻两字爱有片音，才有咧喘的感觉。分鼻写即字鼻就简单明了啊，文音读分配，乌环的环。北斗七星的第5联叫玉环，环有上下承接的意思。关门的关，石相交的即字是较关着。山影是芒果。咱有讲过母语的直关音，意思亲像无这种落音，习惯讲中文的人可能会有听没有到，或者听到但讲袂出来。我去宜兰食鹅肉跳舞，习惯讲中文的人，母语直关音无落音，真有可能即句话因就会读做我去宜兰食鹅肉跳舞，或者讲跳舞。母语直关音是自细汉就建立的习惯，要改变无遐尼容易啦。所以咱节目才一直透过练习。透过介绍有安尼的发音原理甲拼音方法，互你的母语直关音重新加入安尼的发音，嘛就会晓注音所读的每一字啊。啊无就一直有听没有到，一直袂晓闽南语的注音。片音声母，即类的声母也是咱即集爱加强练习的。咱就透过练习一字一字的片音声母的字。知影闽南语确实就是有片音的声母即种发音，甲郭先生发明的135拼音法，真直观甲放伫适当的所在，就真直观读出应该有的发音，正确的注音也就无问题啊。若是万不幸甲肝的鼻音放毋对所在，来看被害者的情形。搁听一遍，听蒸汽小姐如何教识唱出恩恩，如何被恩恩所害着，如何唱出歌加小恩。
一般已经会晓讲闽南语的人，其实是照母语的直观音在发音，哪有可能想到教育部会乱教啦？所以颠倒较歹发现片音藏毋着所在。原本袂晓讲台语的日本人，一定会受目睭所看到的恩恩所影响，所以就甲歌唱做歌。蒸汽小姐有翻唱真侪台语歌，真好听，真用心。希望大家会使去订阅加分享。这位蒸汽小姐对台语的用心到什么程度呢？这首《玉兰花》是蒸汽小姐家己创作的台语歌，真使人佩服的日本人对台语歌遮尔的介意甲真心创作出好听的台语歌啦。咱若有蒸汽小姐学台语的用心，台语文的程度一定大大的提升。这集的主题是闽南语甲中文的复杂度比较的声母篇，咱就转来算这个数学公式。闽南语声母的总数有几个呢？有一个 N 会使单独发音，嘛会使做声母，这闽南语才有的哦。搁爱加上其他14个片音声母，他拄仔有算过，以中文的21个声母为基础，加上3个弱音，减掉轻顿音、卷舌音无用到的5个，安尼总数就是34个。闽南语、中文发音的复杂度比较，会使用数学公式来算一下。声调比较是7比5，声母比较是34比21，两个比较数值相乘，算起来就已经是2.26啊。接来，咱会继续讲到韵母的复杂度比较，这3项相乘的比值就是单字音的复杂度。变成词句音，搁爱加上变调的复杂度。咱会继续甲这个公式算清楚。节目中我定讲到的闽南语有文化深度无？简单讲，这句就是咧讲这个数值，也就是韵母还未算到。闽南语比中文的复杂度的比值就已经是5倍啊。现代中文过去1000年来受到北方强势语言的影响，只简化出4个声调，名称小说大量使用甲原来汉语无同的意思甲读音。有一个真好理解这种情形的现代进行式，连美的这字美，明明就是借用这字的中文读音，当作是否定词的袂。这种音义乱造，有人煞认为是历史中的假造啦，有害无？冤家是吵架啦，干焦是指示啦，讨债讲是浪费啦，连警察广播电台的台语宣传广告再去办理，主持人竟然讲是过去办理啦。这种台湾台语破坏汉语的程度，远远超过明清小说啦，用乱七八糟的中文，黑白讲是通用台语文啦。当伊传落来闽南语是有文化深度的，困难度是中文的5倍以上。有人要学无？